儿童心理学。有小了60，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弟子规》的作者。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得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教育学搜寻。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丰富山，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儿童心理学。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发展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之一。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那么弟子呢，有弟子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来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一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结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弟子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三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混不是这个混，气混那个混那个混，用的混动的混要放在前面，混花向上。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
它是一本以励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软了就软